小兄弟，听你的口音，不像是京城人吧？嗯，第一次来。来京探亲访友的？算是吧。主要我想看看紫禁城长什么样，再吃点京城的美食。如果有机会能看到皇上长什么样就好了。要瞧紫禁城容易啊，远远的看一眼也就是了。要是京城的特色美食，京城第一酒楼一定能包你满意。但是皇上身居大内，可不是你想瞧就能瞧见的。瞧不见就算了呗，我也只是好奇而已。哎，你们说那暴君是不是长得青面獠牙，极其恐怖啊？你胡说什么呢？啊，你又没见过皇上，凭什么说皇上长得青面獠牙？还诅咒说皇上是什么暴君？你找死啊！本来就是，我虽然没看见过皇上，可他动不动就株连九族，连生下的婴儿都不放过，不是暴君是什么呀？你要再敢胡说，我就把你……可我听说，当今圣上年少，虽然早已亲政，可朝政依然把持在辅政大臣鳌拜的手中。你说的暴政，可不关康熙皇帝的事儿啊。你说的这些啊，我都听不懂，但我只知道，皇上贵为天子，就要为老百姓负责，既已亲政，还让鳌拜为所欲为。我看啊，他不是暴君，那也是个昏君。你要再敢胡说，我立刻……说的对，任由朝政把持在他人手中，不是暴君，也是昏君。瞧他那把扇子很是名贵，我还是不要招惹这种人为妙。好了好了，我知道你饿了，要不然先把你填饱了，再去找猪哥哥他们。这难道就是刚才那位富家少爷说的京城第一酒楼？那全京城最好吃的东西，肯定就在里面了。您慢走啊！哎呦，客官，您里边请。您请。客官。来，客官，您坐这儿。我要坐那儿。哎，我要看着京城最好的风景。就这样。客官，您一个人犯得着用那么大的桌子吗？要不咱换换？我一个人怎么了？我能吃4个人的量。去，给我拿菜单。哎。哇。好巧，又见面了。原来是你啊！哎，这位大哥，你干嘛总盯着我看啊？我脸上长花了。客官。他桌子上的菜给我来一模一样的。客官，那桌还有客人没来，您点那么多，一个人吃得完吗？哎，你管那么多干嘛呀？我让你去给我做，你就赶紧做。哎，等一下，再给我来一壶好酒，我要你们酒楼里最好的酒。好嘞。去吧。哎呀，京城的鸟啊，走你！我说这位大哥，干嘛一直瞪着我看啊？还瞪我是吧？行，今天你瞪我，那我就瞪你，看谁瞪得过谁。
还敢动我？无赖！哇，这么多好吃的，先吃哪个？尝尝。来，不太够。啥？听说你们京城最好吃的是烤鸭，对吧？去，给我拿一只。客官，您点的这桌菜，足够4、5个壮汉吃了。烤鸭你吃得完吗？什么意思啊？怕我吃不起是不是？我有的是钱。去，给我挑一只肥的啊！客官，烤鸭。烤鸭。你看他的吃相啊！没见快吃相，来，你们看，你看，笑什么呢？就笑你怎么了？长得跟个姑娘似的，吃起饭来跟头牛一样。我花你们家钱了，穿你们家衣服了，吃你们家饭了。看不出来，你不仅食量大，脾气也挺大的呀。今儿我就替你父母好好教训教训你，改给你的臭毛病，不然以后可娶不着媳妇儿。想教训我，小爷请你们吃鸭肉。不，找死！哎，挡横是吧？哎，各位，来这京城第一酒楼都是寻开心的，兄台何必跟这位小兄弟过不去呢？你是谁呀？要你多管闲事儿？在下龙三，小二来了。怎么了，几位爷？这样，你给这位客官加几个好菜，再加一壶好酒，都记在我账上。在下替这位小兄弟向你赔个不是。哎，来，几位爷消消气儿，这边请。小二，这些银子够不够？够，用不了这么多。剩下的都赏你了。好，谢谢爷。果然是个富家公子，哼，有钱了不起啊！别以为你替我道歉，我就会感激你。嚯！小兄弟，看你那么喜欢吃美食，这个呢，是我自家带过来的糕点，外面吃不到的，赏脸一品吧。这个真好吃，你们家厨子可真厉害。哎，你那个大个子跟班呢？啊，我让他出去办事了。可惜我吃的太多了，这也吃不下了。小二，哎，来了。你帮我把这些全都包上，我要带回去。好，那请先结下账。哦。不用找了，这不够啊！这可是整整1吊钱啊！
拿去。这还差得远呢。这回够了吧？只够个零头。这么多钱只够个零头？你这京城第一酒楼的菜也太贵了吧？这些钱都是我跟我兄弟姐妹1年的利钱呢。这儿可是京城第一酒楼，可不是你们乡下的草棚子小饭馆。你看看，看看咱这桌布，看看，再看看咱们店的陈设，啊！我跟你说，除了皇宫敢用黄色，普天之下没人敢用黄色，唯独本店。为什么？因为本店是先皇特许。啊，这样吧，这顿饭钱我来出了。哎，且慢。虽然我知道你比我有钱，但是我也知道，无功不受禄。这样吧，我能不能先欠着，等我哥哥来了以后再付给你？可以啊，但是把你刚才掏的那块玉压在本店。带着这块玉赶回客栈，晚上会有别的叔叔接你回明珠谷。义父，你要去哪儿啊？我要跟你在一起。义父要为刚刚被绞死的那几个人收尸，这件事情太危险，你不能跟着我。那些被绞死的人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义父为什么要去给他们收尸？你还小，你不明白。记住，这块玉是你亲娘留给你的最后遗物，也是唯一能证明你身份的信物。你千万不能把它弄丢、弄脏。不行，这是我娘死前留给我的唯一遗物，不能给你。那客官的意思就是要吃霸王餐了。小兄弟，这个京城第一酒楼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礼敬天下身怀绝技的能人异士。所以呢，你要是有什么绝技的话，能露出个1、2手，这样的话就可以免了这顿餐费。对，如果你实在没有现银的话，可以露手绝技给大伙儿瞧瞧。那什么样的绝技啊？来，小兄弟啊，你看到这上面挂的字画了没有？只要你能题一首诗，写一首好字儿，或者是画一幅画，就够格了。不瞒兄台，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我样样都会，但是可能比不上这上面的墨宝吧。若是小兄弟觉得自己文采稍逊的话，那会不会什么别的？比如某种乐器、舞蹈，或者武功杂艺？没错，乐器嘛，我会好多种，舞蹈、杂艺、18般武艺，我也都会那么一点点。但是绝技，恐怕还谈不上吧。原来客官所学杂而不精啊！哎，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这位小兄弟啊，年纪轻轻的就什么都会，已经是很难得的奇才了。这样吧，小兄弟，你就挑你最精湛的技艺来露一手，看看是否合格。若是不够格的话，我来给你做担保，等你找到你哥哥再来结账不迟。好，就听龙少爷的，挑个您最拿手的，来一个给大伙瞧瞧。好，来一个。多谢兄台。他要干嘛呀？小兄弟，你这手上功夫虽说不上如何，但也算不错。好，原来小兄弟最擅长的是轻功啊！
走了吧？当然可以，还请您留下高姓大名，下次再来本店提您名字可以打折。姓名就不必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你这京城第一酒楼的一顿饭，够我跟我兄弟姐妹过1年了。先撤了。哎呀，没想到来京城的第一顿饭花了我这么多钱，还没找到朱哥哥他们就变成穷光蛋了。要是再找不到朱哥哥的话，那我就要露宿街头了。热乎的了，汤面。好香啊！好想再进去吃一顿。可惜这天下第一酒楼的菜价真是太贵了，根本吃不起。哼，驾着黄金马车，还这么横冲直撞，我倒要看看你是谁。真金的呀！这车主也太有钱了吧！哼，看这车夫刚才那么嚣张的样子，估计这个车主也不是什么好人，我就当劫富济贫了。中堂大人，这边请。中堂大人，请上车。大人慢点。当今世上，只有4位辅政大臣之一的鳌拜人称中堂，难不成这车上的人是鳌拜？鳌拜权倾天下，怪不得这车这般华贵，行人也都避让不及。想来他们也都认得。哎呀，一欢呀一欢，这次你可玩大发了。这鳌拜可是大清第一勇士，要是被他发现你这个小毛贼，你这小命可就不保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你可一定要保佑我！奴才见过中堂大人。公公不必多礼。宫中一切可都好吗？一切尽在中堂大人的掌控之中。皇上好吗？皇上现在每天还是跟一些小伙伴们摔跤玩耍，无心朝政。他那都是故意做给老夫看的吧？当年顺治爷临终托孤的情景，老夫至今难忘啊！只可惜这个小皇帝翅膀眼看着就硬了，有点看我等老臣不顺眼了。其实，皇上还是很念旧情的。帝王天子，有谁是心慈手软、真念旧情的？翅膀硬了，总是要飞的。你还是继续给皇上进补吧，每日1盅大补汤，你一定要看着皇上服下去。奴才明白，奴才一定尽心伺候皇上。这是这个月的大补丸。多谢中堂大人。
赶紧送公公回宫，公公不便在外久留。奴才遵命。回宫？难道是回紫禁城？我的天哪！看来马车已经进了紫禁城。今天白天只看了紫禁城外的样子，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这马车等会儿肯定要出宫回鳌拜府。我是继续躲在马车上等出宫呢，还是找机会留在皇宫啊？啊，好难得有机会进了皇宫，我要是不观光一下就离开，会不会太可惜了？公公，您慢点。公公，这儿有没有方便的地方？这一路可把我憋死了。这宫里的路不好找，还是咱家带你去吧。哟，那有劳公公了。哎呀，啊，行行行，我知道你饿了，别叫了。御膳房里面有举世无双的美食，要不然先喂饱肚子。御膳房。幸亏猪哥哥给了我这张地图。这么多金银财宝，全是真的！上了鳌拜的车反而因祸得福了。我得把这些金银盘子全都带走，带到明珠谷给我的姐妹们。都是皇上用的东西，太棒了！快快快快！行了，你还要都拿走？是你啊？谁啊？我跟你不熟，别跟我套近乎啊！哎，是我。哎，是你呀！是不是在里面？啊，我记起来了，我记起来了。嘘啊，嘘，我们换个地方说。走走走走。哎，我的东西，我的东西。啊。哎呀，哎呀，吓死我！哎，多谢你啊，还好有你在，要不然我就被抓了。不过你到底是谁啊？我怎么会在皇宫看见你呢？而且你对皇宫的地形如此熟悉。我呀，我是这个宫里的御前侍卫，所以啊，我对这个皇宫啊特别熟悉。你在宫里当差啊？怪不得那个书画斋的老板不肯跟我透露你的身份呢。原来如此啊！小兄弟，
还是你说的对，有缘自会相见。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是啊。哎，对了，你这么晚进宫来做什么呀？哎呀，别提了，要多倒霉有多倒霉。我在路上走得好好的。Let's go. I wake up to a little bit of drool on my pillow, feel like it's gonna be a bad day. Yeah, I'm tired of shit, and the coffee ain't hit yet, damn, ain't that great. I don't wanna go to work, cause my boss is a jerk, and I'm not even that paid. I need a change in my life, cause I don't feel alive, and there's nothing that makes me happy. Hold my beer for a minute, I'm about to quit my job, cash in for a ticket. I'm going on a trip and I don't plan to visit. I'm gonna stay there till I feel like I'm winning, and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I need a big change, help me feel like living. I need a big swing, home runs I'm hitting, and I'll never look back, moving on till I get it all. And we all got dreams, we all want things, but what you gonna do for it? How you gonna move for it? What you gonna be? And do you believe you can do anything? 他居然如此放肆，胆敢公然勾结内奸，真是不把皇上放在眼里。还是小皇帝无能呗，这拉屎的呀，居然被吃屎的欺负。小兄弟，你这话未免也太糙了吧？话糙理不糙啊，我说的都是实在话。如果这个皇帝是个英明君主的话，那怎么可能任由鳌拜这么嚣张跋扈呢？小兄弟啊，你想的太简单了。这皇上年少，刚亲政不久，要整顿朝纲，自然是需要时间的。而且他确实想做出一番大事，要不然的话，他也不会派我乔装打扮，在宫外打探消息了。怪不得你在酒楼花钱这么阔气，原来是奉旨花钱啊！你这个差事不错啊！哎，我都跟你聊饿了，还好我在御膳房拿了点吃。这样，我带你去一个特别安全的地方慢慢吃。去哪里啊？哪儿啊？你跟我来就知道了。哦。好吃。这御厨做的就是不一样，不光做的好看，吃着也香哈。那当然，能侍奉皇上的御厨，那都是天下第一的大厨子。哎，你不是说你是皇上的心腹侍卫吗？那你是他的御前侍卫，你想吃什么可以找他恩赐啊。那干嘛半夜3更的去御膳房偷吃的？我哪是偷偷去吃啊，我那是光明正大的去吃。要不是为了掩护你，我哪会被那些相熟的侍卫追着满宫跑啊？怎么？不对啊，这2种糕里面掺了不同的香料，会使人慢性中毒的。中毒？你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呢？这些糕点是皇上最喜欢吃的，而且皇上平时进膳的时候，都是有专门的人用银针试过的，也有专门的人试吃，怎么可能会有毒呢？真的，这里边的香料性热，而这个糕点里面的香料性凉，2种单独食用不会中毒，但是混在一起长期食用就会使人中毒，并且可以使人心智受损。你没开玩笑啊？干嘛？别动，我来给你把脉。这位小兄弟，你的脉象已经显示你慢性中毒了。那个替皇上试吃的人，不会就是你吧？实不相瞒，其实呢是皇上和我最近都感觉到身体不适，所以呢特意让我来御膳房求证一下。原本呢我是不相信宫里的太医，所以想取几样食材拿到外面去给宫外的名医看看。一开始见到你在那儿的时候，我以为啊你是下毒的人，派来毁灭证据的。后来看到你毫无顾忌的大吃大喝，然后又跟我说了这些话，到现在我才相信你。遇到本李大侠李易欢算你运气，知道吗？李易欢，姓李名易欢，这名字挺好听的。那当然了，我不仅名字好听，还会识毒，并且还会解毒呢。
那我和皇上的毒能解吗？哎呀，你和皇上的毒嘛，解是可以解，不过这药材配起来比较难，而且这药材价格不菲啊。钱不是问题，你想要多少，我给你多少。好，3日以后在第1酒楼，我带着解药，你把药钱给我。这个药钱嘛，10两黄金。没问题，我看也不必等到3日以后。我这枚玉扳指肯定不止10两黄金，你先拿去吧。哇，果然是个好扳指啊！你就这么把扳指给我了？你也不怕我骗你？我相信你，虽然我们两个相识不过1日，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有本事的人。只要是有本事的人，都不会因为钱财而背信弃义的。有眼光。我是个有本事的人，我的本事不光这些，还有很多呢。以后有机会慢慢让你见识啊。好啊。不过呢，刚才在御膳房咱们两个交手的时候，我发现你的武功啊，其实比我好不到哪儿去啊。没本事的人才会靠蛮力，像我们这种有本事的人是靠这里，知道吗？再说了，我就是一个江湖小贼，我这点本事也足够了。但是你是御前侍卫啊，那你这3脚猫的功夫怎么当的御前侍卫？哎，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你投了个好胎，有了个好爹，才让你当上御前侍卫的？实不相瞒，我确实是投了个好胎，有个好爹。我祖上啊是8旗的贵族，我能随侍皇上，也都是我们家里人帮的忙。任人唯亲，这康熙小皇帝呀，果然不是什么明君啊。哎，也就是你啊，说这样的话，要别人说这样的话呢，我早就拉他去见官了。不过呢，你虽然言语上对皇上不敬，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你心思不坏。你这个小兄弟吧，通情达理，仗义疏财。我决定了，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来，今天高兴，喝酒。我这壶底的酒可不是一般的酒，这个酒呢是我在山里发现的野山葡萄酒，也不知道哪位仙人何年何月何日酿造的，总之特别好喝。你别以为你是皇上的小跟班，吃惯了好多御食，好多御酒，就不把我这个酒当回事儿了。我这个酒啊，可比你那些御酒好喝多了。爽，尝尝。怎么样？啊，是好酒啊，是吧？多喝点。哎，小兄弟，你是哪儿的人啊？为什么要进京啊？我呀，我就是一个江湖游侠。我进京呢，就是来看一看京城有多繁华，吃遍京城的美食。2呢，我是想找一些珍贵的药材，配一款冰肌雪肤养颜膏，给我姐姐脸上疗伤。你姐姐的脸怎么了？哎呀，别提了，一说到这事儿吧，我就特别内疚。小的时候啊，我背着大人，拉着我姐姐去山里玩。哎，妹妹，咱们回去吧。平日里师傅们都不让咱们上山玩，说山里有野兽，那是他们吓唬咱们呢。走吧。哎呀，走啦！所以我姐姐脸上就落下了伤痕。我义父是个名医，他说要想治好我姐姐脸上的伤，就得用稀有的药材配成一副冰肌雪肤养颜膏。但我们家比较穷，这些药材一直凑不齐，所以我就想啊，什么时候能把我姐姐脸上的伤治好就好了。
我姐姐可是个大美人儿，但就是因为脸上的伤让她变得很自卑，所以我希望我能早日帮她配齐这些药，治好她脸上的伤。所以你刚才不跟着那辆马车出宫，不是为了进御膳房偷吃东西，而是为了找太医院，去找那些能治好你姐姐脸上伤的药。对啊，本来我想先饱吃一顿再去太医院的，没成想。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啊，我喜欢你的性子。哎，你多大了？我呀，我是顺治12年5月初4生的。5月初4？啊，真的假的呀？真的。太巧了，我也是5月初4。啊，只不过我是顺治11年的，比你大1岁。这么巧啊！哎，你说咱们2个1日之内相逢了2次，我觉得咱们这个缘分匪浅呀，不如我们今天指月为誓，结拜为兄弟，如何？从来没有人想着跟我结拜的。不过，我以前老看古书上说，那些古人们结拜好像挺有意思的。当然了，我也一直想这么做来着，可惜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人。既然你我这么有缘，那就结拜吧。我长你1岁，我做大哥，你是小弟。哎，不行不行，岂不闻古人有云：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咱们既然结拜，就不能以庸俗的年龄论长幼，咱们得看谁的见识广，本事强。刚才你也说了，我的见识广，本事强，所以我是大哥，你是小弟。这也行啊？当然了，如果你觉得不行的话，再来打一架，谁赢了谁是大哥。不打。行，居然还有人想当我的大哥。行，你是大哥，我是小弟，好了吧？我李易欢，我龙三，今日对着月亮发誓，结为异姓兄弟。从今往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永不背弃。同生共死，同甘共苦，如有违誓，天打雷劈。大哥请，小弟请。啊，对了，我们现在都结拜了，以后不能骗你了，要不然会天打雷劈的。大哥，你说什么呢？你可真是个小白兔！我之前说那个解药说要10两黄金，其实只需要10个铜板。我跟你结拜了，所以自然不能骗你了。哦，还有这个玉扳指，还给你吧。我是刚开始看你那么有钱，所以想顺便敲敲你的竹杠。不过现在咱们都结拜了，我就不能再骗你了，我得讲义气啊。大哥果然是个性情中人。不过我们刚刚对着月亮发誓，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小弟的东西呢，就是大哥的东西。这个玉扳指啊，大哥你就好好收着吧。这个东西啊，小弟多的是，不必还我了。当真啊？当真。我们刚刚发过誓的，你总不想让小弟被天打雷劈吧？像你这样的小白兔，行走江湖不得被人炖了给烤了吃啊！不过你放心吧，现在有大哥在呢，大哥保护你。行，那日后小弟就多仰仗大哥观察了。放心吧，乖啊！我回来啦！你去哪儿了？猪哥哥，我看看啊，有没有受伤啊？哎呀，猪哥哥，别大惊小怪的了。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什么事都没有啊！哎，你知不知道，大家为了找你1宿都没睡，各个据点也都派了人，满北京城的找你。樊师妹到现在都没回来。一欢，谢谢你，你急死我们了。哎呀，对不起嘛，没想到我一夜未归，大家这么兴师动众的。欢妹，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如果你出了事，整个联盟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救你。如果因为你牺牲了那么多无辜的性命，你心里过意得去吗？我知道了，猪哥哥，我错了，我下次再也不这样。不过，你们知道我去哪儿了吗？去哪儿了呀？紫禁城。你不是跟我说去庙会了吗？是啊，我是先去的庙会，
我去了庙会以后，我还去紫禁城溜达了一圈嘛。我不光进去了，你们猜我看到了谁？我碰到了皇上的御前侍卫龙三，我还跟他结拜了呢。啊？我就知道你们不信我，给我。哇，看，没骗你们吧？我不光跟他结拜了，我还成了大哥了呢。他居然认我当大哥，我从小到大都是最小的，没想到我现在成大哥了。原来龙三就是康熙的御前侍卫，是替他在外面打探消息的，怪不得出手那么阔绰。欢妹，你要多跟龙三联系，要挑起康熙跟鳌拜的内斗，也许龙三就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没错，你昨晚不是正巧碰见鳌拜勾结内奸吗？这样一来，小皇帝肯定就更加记恨鳌拜了。可是我跟龙三都结拜了，他是我兄弟啊，我们已经发誓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不厚道？欢妹，情有轻重，义有大小。江湖情义固然重要，但那是小情小义。联盟光复大明，那才是大义。一欢，你要相信咱们这些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姐妹，可不能被刚认识的人给迷惑了呀。那好吧，我听你们的。皇上头晕的毛病可好些了？略好些了。只是皇祖母，你们都退下吧，和皇后唠些家常。下去。是。现在你可以放心的说了，皇上这头晕的毛病可是有什么古怪？是有人在皇上的饮食中下了毒。下了毒？那太医院的人回话说皇上患了风疾。哀家也奇怪，皇上啊从小就习武，身子骨健壮着呢，又正当年少，怎么可能患上风疾呢？这一定是有人做了手脚，下的什么毒啊？是否危及到生命？皇祖母放心，倒不是什么要命的毒药，只是2种药性相克的草药，长期服用会引起心悸和头晕，无法理政。明白了，竟有人如此胆大包天，肆无忌惮，这在朝里找不出第二个。想必他是看上皇上长大成人了，却不甘心还政于皇上，居然不惜铤而走险来毒害皇上。皇祖母，那个狗奴才已经如此大胆，那可如何是好？如今恐怕也只有您老人家能想办法来压制他了。哀家老了，忠心于哀家的那些老臣们，病的病，老的老，死的死。今天怎么服我都写好了，1个月之内按我说的做，保你跟皇上体内的毒全部消除。多谢大哥。小小意思，不用客气的。
哎，对了，大哥，你为你姐配的那个养颜膏需要的药材也写一份给我，我回头帮你去太医院取去。真的？谢谢龙小弟。自家兄弟，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哎，对了，你们查到那个给皇上下毒的人了吗？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也猜到了7、8分。会不会是那个中堂大人鳌拜啊？他那天说让宫里的内侍给皇上进补，是不是就是给皇上下毒啊？大哥，这外面人多嘴杂的，咱们好久才见一次。今天我们只谈美食，不谈国事。对，美食当道，其他的靠边去吧，吃吧。好吃。哎，大哥，我送给你的那把古扇子呢？那把扇子啊，太贵重了，我不敢拿着，所以呢，改明儿我给它当了，兴许能换好多钱呢。大哥，那把古扇是我阿玛赠给我的，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凡。我和大哥呢一见如故，很是投缘，所以把它转赠给大哥。没想到你却想把它拿去当换钱。呸！我说错话了嘛，别生气啊，龙小弟。你放心吧，那把扇子我会好好保存着，我绝对不会把它卖了。如果丢了的话，那我就出门被雷劈，下河被水淹死。你也不用发这么多的誓啊，只要你心里有小弟就好了。哎，龙小弟，你不知道，你是贵族家的小公子，而我呢，从小出生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山谷里面，全谷的人呢，连一件像样的绸衫都没有。每当过年啊，所有的人分一头猪吃。来到京城以后呢，我觉得京城好繁华呀，我特别想努力赚钱，把这些钱都带给乡亲们，让他们过几天好日子。大哥，以后呢，要是缺钱的话，你就来找小弟我，小弟别的忙帮不上，银钱这方面很是方便。只是，大哥千万别再把我送给你的东西拿去卖了换钱。哎，那可不行。虽然你是我兄弟，但是你已经帮我很多了，我可不能再让你帮我了，我要自己赚钱。我知道，大哥这个人呢，表面上看上去放荡不羁，其实还是很有原则的。哎，我的龙小弟也不错嘛，仗义疏财，通情达理，最主要的，大气有钱。能得到大哥这样的评赏，小弟心里甚是欢喜啊！来，喝一杯。喝，干了。好热呀，为什么这么热还要开会啊？此人就是孙福，他曾是我二儿子，也就是奕欢的二哥李嗣兴的心腹副将。当年我跟吴三桂在滇都大战，嗣兴是怨恨我为了保护先帝，亲手射杀了他娘亲跟他妹妹，从此不知所踪。这孙福也下落不明。如今我们得到消息，孙福已经投降了清廷。现在，我要你们全力活捉孙福，把他带回明珠谷，从他的口中逼问出嗣兴的下落。这孙福都投靠了清廷了，那我二哥会不会也投靠清廷了？奕欢，不要胡说。你二哥是我的亲儿子，是我一手教养成人，他是宁死也不会投降大清的。他的失踪，要么就是生我的气，要么就是被孙福暗害，为国捐躯了。孙福投降清廷以后，清廷对他很是重用，不仅赐了满姓，还封锁了一切有关他的消息。所以我们调查了这么多年，直到如今才探查到，元州知府阿克塞纳木泰就是当年李嗣兴将军的副将孙福。他为了防止身份暴露，行事非常谨慎，出入都有大批士兵把守。为了保证能够活捉孙福，李欢，我们必须集体出动，明日便赶往元州。啊，明天就出发？对，等樊师妹执行任务回来，明天一早便出发。能不能过2天再出发呀？这来京城还没几天呢，庙会还没逛够，好多好吃的还没吃呢。龙小弟还跟我说他要请我吃烤鸭呢。爹，晚几天再走行不行？我们去元州不是游山玩水，捉拿孙福关系到查探你二哥嗣兴的下落，必须马上执行，免得夜长梦多。
你要是不愿去，那就跟着义父回明珠谷吧。回明珠谷？那我还是跟你们去元州抓什么阿克、什么泰什么的吧。易欢，这次你要把你的玩性全都给我收起来，跟着你的几个师哥师姐，好好的完成任务，知道吗？大师兄，我看这样吧，此次劫人就由咱们4个来完成，让小师妹只负责接应就好了。还是叶哥哥对我好，不像某些人婆婆妈妈唠唠叨叨的，讨厌。你就是嫌我烦，我也得提醒你一句，坐直了。此次行动是我们5个人出师以来第一次集体行动，切莫大大咧咧的，不当一回事。认真点。奴才叩见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吉祥。嗨，甭这样，哀家都说了多少回了，那些繁文缛节的事啊，就免了。哼，赶紧坐下吧啊！谢太皇太后恩典。不知太皇太后召奴才来，有何吩咐啊？哎呦，哪有什么吩咐啊？也就是啊，看着眼下春光正好，想找几个老人呢，陪着哀家赏赏春光，是不是？这掐指一算呢，也就剩下你这么一个老东西了，能来到这儿跟哀家说说话。是啊，这多尔衮死了有20年了，索尼也死了3年了，多谢太皇太后还念想着奴才。鳌拜啊，你可是我们大清国爱新觉罗氏的大功臣呢，也是哀家的老相知，哀家自然的时时刻刻会想到你。好在皇上已经成人了，哀家这担子呢该卸一卸了，你说是不是？太皇太后所言极是，太皇太后也是不容易啊，辅佐了3代帝王，功盖千秋，真可谓是古往今来女中第一呀！哎呦，什么功盖千秋啊，天下女中第一呀，这都是虚名虚词儿。哀家不过是尽了一点本分而已，哀家就是指望着皇上亲政，这朝廷稳定。太皇太后放心，奴才定会尽力辅佐皇上，以不负先帝托孤之情。其实呢，你这些年对大清朝啊，一直是尽心尽力。哀家呢，这心里头领情。这皇上是刚刚亲政啊，哀家虽然老了，但是呢，哀家还是要竭尽全力来保护皇上。谁要是对皇上不敬，哀家呢，就算是拼了老命，也让他不得好死。老大，你这一走就是2月，也不通知小弟一声，害得小弟是日日替你担心啊。我走的时候本来想跟你说来着，但是我哥哥把我拦住了，说要赶路，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吗？不过呢，现在已经解决掉了，没事了。解决了就好。来，小弟敬你一杯，算是给你接风了。干了。哎，对了，龙小弟，你下次如果再有急事儿的话，你就派人去东14胡同的慈航药铺找我大哥，我大哥叫李建清，郎中。好，坐堂问诊的。我记下了。皇上有没有查到那个勾结鳌拜的内奸啊？暂时没有，宫中太监有几千，能接近皇上的又有几百，大肆追查的话，只怕会引起鳌拜的注意，所以皇上也只能暂时隐忍了。哎呀，我查一查你的毒解没解嘛？来，让本大先给你测一测。
解了。皇上的呢？当然也解了。皇上龙颜大悦，说呀要重重的赏赐你呢。真的假的？龙小弟，我发财了！我发财了！龙小弟，我发财了！你知道吗？这次回去，我给我的兄弟姐妹们带了好多东西，他们看到以后可开心了。我看到他们开心，我就特别开心。看着老大的笑脸，小弟的心里也是很开心啊。不过，这皇上毒解了，鳌拜会不会起疑心啊？他会不会想着别的法子再害皇上啊？你小声点吧，皇上哪有那么傻呀？当然是继续假装中毒，掩人耳目了。再说了，近日袁州知府突然失踪，鳌拜正在亲自查办此案，没空顾得上宫里的事情。袁州知府失踪了，那会不会被人暗杀了？很难说呀。近日明珠谷的乱党活动猖獗，这袁州知府失踪之事多半与乱党有关。鳌拜已经加大了对乱党的清剿力度。老大，小弟知道你一向喜欢行侠仗义，可最近这段日子你可得千万小心，别做什么违法乱纪之事。知道了，龙小弟。吃吧。吃饭。我刚刚得到消息，清廷突然下旨给吴三桂，让他将当年我父王的所有遗物，无论大小，无论贵贱，全都上交给朝廷。可永历帝被吴三桂已经弑杀了这么多年，清廷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突然要吴三桂上交永历帝的遗物？应该是为了那1号金钥匙。当年我父皇手上的那把金钥匙，最后落在了吴三桂手里。吴贼虽然不知道金钥匙的作用，但见我父皇贴身收藏，想必不同寻常，所以就没有上交给朝廷。如今清廷不知从哪里打探到了铜匣的秘密，又不想惊动吴三桂，所以干脆让他把所有的遗物都上交给了朝廷。那吴三桂会把金钥匙交出来吗？这也不一定。如果吴贼知道了金钥匙的秘密，那他未必肯交；如果他不知道的话，他应该不可能为了一把金钥匙而冒着抗旨欺君的风险。我们现在该怎么做？滇都的内线传来消息，吴三桂已经命令他的二儿子吴应奇押送父皇的遗物进了京城。叶师弟、樊师妹，你们2个人去跟踪吴应奇的车队，想办法打探清楚到底有没有那把金钥匙。如果有的话，立刻想办法拿回来。好，我们现在就收拾东西出发。怎么了，叶师弟？有什么问题吗？我想留在京城，陪大师兄一起寻找铜匣。叶师弟，你留在京城，只怕不是为了帮我找铜匣，而是舍不得某个人吧？大师兄，你误会了。叶师弟，大师傅说过，出谷之后，一切行动要听从大师兄的指挥。再说，从吴应奇手中拿回金钥匙的任务也很重要，怕是我一个人应付不来啊。好，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同樊师姐一起出发。哎，小师妹呢？怎么不见她呀？她去见龙三了，我让她去打探孙福失踪以后清廷的动静。
好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分你一半。那可不行，是你解了鳌拜给皇上下的毒，我要是动了这些赏赐的话，说不定皇上会摘了我的脑袋。这件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皇帝小孩不会知道的，拿着吧。谢谢大哥了，小弟真的不需要。真的不需要？我看起来很像缺钱的样子吗？啊，大哥自己留着用吧。我给你了啊，是你自己不要的，别怪我。好，我不怪你。我知道我这个大哥呀，最讲义气了，有眼光。哎，大哥，不过你要的那几副药材，我已经找人在配了。有几味呢，确实宫里也没有。宫里都没有啊？不瞒大哥说，这宫里边啊，也不像你们想的那样，什么都有。就拿药材来说吧，珍稀的药材、不常用的药材，这也不是随时都有的。不过你放心好了，这个事情包在我身上，我一定给你办妥了。还是龙小弟讲义气。站住！又要去哪儿啊？我存粮没了，打算出去买点好吃的。就知道吃。你知不知道，孙福失踪以后，清廷上下有多震动？现在外面风声有多急？知道啊，不过孙福跟他的贴身侍卫早就死翘翘了，怕什么？你呀，本事不大，胆儿都挺肥的。现在清廷在全国范围内加强了对反清势力的清洗，不要说是元州，就连京城，也比平时多了很多的暗探。知道了，猪哥哥，我就出去买点吃的，马上就回来。你的保证我可信不过。你还记得元州春风院的老鸨吗？当然记得了。那日我跟叶哥哥把他的春风院洗劫一空的时候，那个老鸨呼天抢地、撒泼打滚的样子太有意思了。抢劫妓院，亏你想不出来，每次行动都是这样，不知道轻重。当时情况那么危急，少跟我嬉皮笑脸的。听说那个老鸨进京找鳌拜告状来了，你要是碰上了，你以为啊，就凭你这个不入流的易容术啊，能逃得过他那双老眼吗？猪哥哥，京城那么大，怎么就被我碰上了？那也太巧了吧！万一碰上了怎么办？万一碰上了，那我就脚底抹油溜呗。反正，在咱们几个当中，我的轻功是最高明的。你要是不信的话，来追我呀！回来！香，烤鸭来了。放这儿，放这儿。爷，你慢用。就等你了。走一个。客官且慢，客官且慢。对不起，这盘烤鸭呀上错了。哎，给我放这儿。没上错啊，我也点了。实在不好意思，隔壁那雅间的客人也点了烤鸭，只不过不凑巧，本店今天就剩这么一只了。那这也是我的，我先点的，所以烤鸭就是我的呀。客官您看这样，今天您的菜钱我给您老打个8折，另外再送您老2个好菜。呸！谁要你打折？小爷有的是钱。看到了吗？真金的，拿去拿去。客官，隔壁的客人来头不小，小人实在是得罪不起，还请您老多多包涵。你才老呢，你才老呢！呸呸呸呸呸！这还天下第一酒楼呢，怎么吃个饭都这么势利啊？我不管啊，反正这鸭子就是我的。得罪得罪，这鸭子我先端走了。给我！松手！是谁抢了被中堂大人点的鸭子啊？拿走拿走吧，我好像没那么喜欢吃鸭子，拿走吧。这只鸭子都被你吃过了，我们还能要吗？天哪，我今天出门为什么不看一下黄历呀？是你？不是我。小丫头，上次在我春风院，你就已经被我识破一回了。老娘我阅人无数，
就你这点小把戏，能瞒得过老娘的眼睛吗？想吃顿饭怎么就这么难呢？给我抓住他！走。